今集同大家分享點用最抵嘅價錢喺中港兩地用數據。老友記俾個支持，記住訂閱、撳鐘仔、分享、俾個 like， 格格出遊。老友記大家好，今日咧我就翻到嚟呢一個嘅香港，講一下點樣能夠可以咧中港兩地咧夾到咧一啲嘅套餐，用到個數據係最抵嘅性價比最高嘅。先睇一睇，有啲咩 plan 先？你睇到咧有個復活節啦，推廣咧 5G 月費優惠，125蚊30GB本地。1GB 30GB裏邊有1GB係中國內地，呢個內地中港兩地內地消費咧，咁1、2GB嗰啲就真係咧用唔係好用到嘅1、2GB。呢個係咩嚟嘅？179蚊呢個。一卡兩地服務。有冇電話號碼㗎呢個？如果內地可以用到幾多 GB 㗎？運同中國共用啊嘛。但係即係可以共用嘅，就唔係一定內地淨係得1GB 2GB嗰啲咁樣咯，係嘛？咁香港同中國唔包澳門咯。係啊，我發覺而家好似澳門撇除咗出嚟喎。唔係，我哋有3地 plan 㗎嘛。3地 plan。你係要用幾多數據啊？不如你話俾我聽。嗱咁樣嘅，譬如我當每一個禮拜我上深圳啦，即係週末都係上去2日咁樣啦。咁就有時即係去一啲餐廳，有啲都會有 WiFi，咁但係始終即係有啲路上都係需要即係數據咁樣。咁我諗應該可能大致上5GB咁上下，5GB即係5GB 啊10GB內咁樣咯。係啊，睇個諗，即係我講內地數據，有冇啲平啲嘅 plan 而可以出到電話號碼？一卡2號。其實我睇你要喺國內用幾多數據，50GB夠唔夠用啊？夠用。50GB夠用，直接裝呢個咪得咯。裝呢個，但係我想問如果我想要個最平，我就係要一個電話號碼，1卡2號可以用邊個 number？但係就國內數據就得好少咯，可能得2GB咁樣得唔得？最平嘅話2GB都有。我最平係幾多錢啊？呢一嚿咯2GB，香港同中國澳門用。即係而家你移動呢邊最平做緊啦，呢個優惠咧就係119蚊，咁就可以用到有個1卡，呢個係1卡2號。有埋大陸號碼。有埋大陸號碼，即係我變咗我嘅大陸號碼可以我嚟做一啲實名登記嘅，就暫時講移動最平就呢一個啦。有冇啲平過100蚊啊？你簡單啲，大陸冇上網咯，大陸上網。如果我想淨係要一個1卡2號有大陸號碼，咁就有冇啲仲平啲嘅 plan 啊？你要大陸號碼，其實你要裝一個最平嘅 plan，加18蚊都可以有個大陸號碼。哦。但係就冇。今日我又嚟到呢一個羅湖口岸啦，最實用嘅就係究竟咧用1卡2號好啊，大陸開個 number 好啊，咁有冇啲真係超級 plan？咁我哋睇睇先啊。我想睇下咧，29蚊係包月費係咪啊？29蚊就每個月嘅月費。有 number 嘅。有 number。包50GB嘅上網數據。幾多 GB 話？每個月包50GB嘅上網。包50GB。係。就打電話就1毫子1分鐘。聽就唔使錢。OK。依家開卡嘅話用回鄉證，跟住預繳300蚊話費俾佢慢慢扣數。使唔使要地址證明啊？唔需要。呢個係最平㗎啦。依家開嘅話係開出嚟係最平㗎，但係即係呢個套餐係最平㗎啦。仲有更平嘅。就咁平幾多錢啊？我嚟睇開出嚟係呢個最低先，但係你如果想更平啲嘅話，你3個月之後可以改。咁幾多錢啊？有8蚊，有19蚊，有24蚊2。8蚊嗰個係幾多 GB？8蚊嗰個係保住個 number 嘅啫，數據好少嘅，得200 MB。即係咁，我想問你，我29蚊交咗3個月先，跟住開個8蚊嘅，就保住個 number。係啦，冇錯啦。咁個 number 保住佢就唔好用數據啦，就保住個 number 我嚟做嘢，但係就可以實名登記嘅。係啦，冇錯。8蚊就一路咁，有冇簽合約嗰啲啊？冇㗎啦，8蚊就總之你每個月俾8蚊就 OK，保住 number 嘅。係啦，但係可以就我哋自己用個 number 做實名啦。係冇錯。3個月後一定要。係。移動啊，有冇啲係除29蚊咧？29蚊係幾多 GB 㗎？29蚊有50GB數據嘅你用。50GB數據，咁但係如果我譬如話我知聯通又可以用滿3個月轉低 plan 啦，咁呢個有冇啊？移動用1年先可以轉。1年先可以轉。係。哦，咁轉係轉幾多錢啊？8蚊咯。都係保 number。係。咁就用滿1年先。係啊。先至可以轉，就喺 APP 度轉都得嘅。APP 都得。都得嘅，都可以嘅。OK。呢個就係999 1500GB 流動 WiFi。好啦，咁我哋咧就佢同樣啦，都係一樣咧，要俾一嚿電咁樣即係擺入去啦，嚿電放入去嘅。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呢一個嘅型號比較好，因為佢3000嘅，咁就比較大啲，所以你充滿1晚咧，佢可以攞出街用到9個鐘嘅。咁我哋而家咧就開咗佢啦，大概30秒到，咁就佢會啟動噶啦。咁你會見到佢會着晒綠色燈啦。係啦，而家着晒綠色燈就可以用噶啦。咁就陣間會放一放，記住睇到尾放一放咧，俾大家知道究竟喺邊個連結啊，或者係上邊度可以訂到呢一個隨身攜帶嘅 WiFi。如果大家覺得合適用嘅話啦，我哋一試一試佢網速先。咁就之前係啦，我度經常都係睇美團啦。咁啊，我的睇翻我嘅訂單嗱，你見到佢轉個版面都係 OK 嘅，係嘛？都 OK 咯，叫合格啦，就係抵在性價比高咯。
同大家分享就係2025年新款嘅 WiFi 6便攜式嘅無線 WiFi， 就係用呢一個連結下訂單，35蚊人仔一個，支付成功，大約2日收到。收到之後 WiFi 蛋背後掃二維碼入 APP， 好多 plan 揀嘅，咁我就揀咗999 1500G， 揀好咗再實名登記去支付，然後完成就可以用啦。係啦，咁講咁耐咧，而家就係同大家去分享下咧，究竟咧有邊幾種嘅套餐係啱，即係適合大家，因為每一個人咧用嘅方法啦、用嘅密度啦，同埋用嘅瀏覽量都唔同。咁啊，首先講中國移動啦，而家佢最平就179蚊50G嘅。嗱，睇清楚喎，因為而家開始即係中港一卡兩號咧，係並不包括澳門啊，澳門係另外要收錢嘅。咁所以大家要睇清楚咧，究竟係中港兩地一。嗱，呢個就係適用於中國內地同香港，而呢張咧個 plan 咧係適用於咧中國內地啦、香港同埋澳門好多卡，佢哋嗰個package 咧，你去到珠海口岸咧，可以一跳咗去澳門咧，嗰度當你漫遊㗎，唔好話張卡包埋。如果嗰啲卡係冇包澳門咧，佢係另外當個漫遊嘅，一卡兩號係要實名登記嘅。咁而第二種咧就係咧係本身你喺大陸嘅，即係譬如話大陸移動或者聯通直接開張大陸卡，有個號碼俾你，咁就而家做緊，即係講緊現階段做緊就29蚊起，咁29蚊就50G嘅，咁咧就你可以用呢個 plan 啦。咁啊當然嘅係都係上到大陸你就換張卡咁樣啦 ，OK。咁第三種就係今日都有介紹就999 1500G，咁佢裏邊當中有啲咩要即係有啲咩筍咧，同埋有啲咩注意咧，就係話頭先頭嗰兩種，即係第一種就係香港開嘅一卡兩號，係你用香港身份證係可以嘅，實名嘅。第二種就係大陸嘅開一張大陸卡，你係用香港嘅回鄉證係可以嘅 ，OK， 港澳通行證即係回鄉證。而第三種呢一種咧係最平嘅，咁但係咧佢就需要一個實名登記，而個實名登記咧就需要一個咧係大陸嘅身份證或者你係有居住證都可以，係啦。咁咧佢係點樣用咧？就係話第三種嘅套餐應該就係最平嘅。咁如果你係好大量，或者你本身都係中港兩地，或者係你住喺大陸啦，即係移居咗嚟大陸就可以咁樣用啦。佢首先你可以喺呢一個聯通或者移動就開一張29蚊嘅5G卡。咁啊呢度咧有少少唔同嘅，聯動咧3個月後你用滿29蚊呢個月費3個月後咧，佢就可以用8蚊雞，每個月俾8蚊雞 keep 住你呢個號碼 ，OK keep 住號碼，因為有時你可能呢個號碼係有需要係做一啲實名登記或者係即係銀行嘅登記，你開咗銀行戶口，你有個電話號碼卡或者電話號碼去幫你綁住個銀行做實名噶嘛，咁你用之後你往後用8蚊去 keep 住個 number 係可以，而移動咧你一定要交齊1年。即係你用足1年，第13個月佢先可以俾你轉8蚊雞呢個套餐。咁而第三個套餐點樣用咧？你用8蚊去 keep 住一個內地嘅電話號碼，而你用呢一個999 1500G呢一個叫做隨身帶嘅 WiFi 去用呢一個嘅數據，咁就加埋咧，其實每個月咧都係講緊999加8蚊，都係講緊17.9嘅啫。係啦，咁當然未計你有冇啲 VPN 啦，即係講緊係你可能要睇 YouTube 或 WhatsApp， 可能你要加個 VPN 啊，咁有啲 VPN 咧，講係130幾蚊一年，咁講緊每個月都係可能即係10零蚊咁上下，咁你加埋都係可能每個月30零蚊，但係你就唔係用50G噶咯喎，你係講緊可以用到1500G。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呢3種幾得意嘅唔同嘅，就係現階段2025年嘅4月至5月嘅一個嘅網絡內地、中港兩地嘅數據套餐啦，咁啊希望大家都鍾意，或者係你哋仲有更加多嘅方法咧，非常歡迎大家留言，大家一齊傾，非常歡迎大家留言啊嚇。好啦，咁啊下集見，拜拜。老友記俾個支持，記住訂閱、撳鐘仔、分享、俾個 like，格格出遊。